Zimon leje kung kang sa. Some kenyi lora la zipa gasika. Nga lo de yi. Nga ne zo ye. Lo du zo. Xiawa tang jie zong bo dong. Xiong ke tang jie nian ba re dam. Rong yun kang jie che de. De da la zong yen jie ye wa yi de ni me. Lo du zo. Nga zi sheri ka lo gong jie ne. Dering ka nu den zo la lo yun xie xie. Xiawa dong xiong ge dam ju. De cha. 鹿和狼的故事上，20世纪初，美国亚利桑那州北部的凯巴博森林还是松山葱郁、生机勃勃，有4000只左右的鹿在林间出没。凶恶残忍的狼是鹿的大敌。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很想让凯巴博森林里的鹿得到有效的保护，繁殖的更多一些。他宣布凯巴博森林为全国狩猎保护区，并决定由政府雇佣猎人到那里去消灭狼。枪声在森林中回荡，在猎人冰冷的枪口下，狼接连发出惨叫，一命呜呼。经过25年的猎捕，有数千只狼先后毙命。森林中其他以鹿为捕食对象的野兽，如豹子，也被猎杀了很多。得到特别保护的鹿成了凯巴博森林中的宠儿，在这个自由王国里，它们自由自在地生长繁育，自由自在地啃食树木，过着没有危险、食物充足的幸福生活。对绕你去别对过了，阿里亚龙索那心情着，开巴博那才呢。原把我天天写写学东巴了，下娃日东了那才车把应给执行，都这节月兄跟呢可去找我呀。阿这现在学多罗斯福也开把皮那才车着下娃能了送修不到，先陪俺里忙完用去，给开把皮那才呢家用着热到送修课的点别写信，对嘛是的。西中年年把我的那差这着胸个差这下的就，面的给着那差用是吃不进，眼比你这找位面大一看呢，胸个nam着给我这么才属学了，没了年爱人个眼夹着呢，胸个东朝忙不俺有的事情，那差这着下娃开始是特别经济，被那自忙不用得到样的些把些。米萨着松树头边下瓦端呢，开把皮拿擦这着基础的着了，可出让我个加快的四大包皮节先别熊了，四大包皮节人体开始是电竞，年看没了，多去拍成左边联系将错完了弱日月。个人的拉蒂擦节，俺去他年沙巴开始用大这些。葱郁，我听听，生机勃勃。些都唔巴哇。20世纪初，美国亚利桑那州北部的凯巴博森林还是松山葱郁，生机勃勃。对了，你去别听过了，阿里亚鲁松那心情着开巴坡那才呢。肩膀我天天写写学多人吧了。当俺今年的他念这些过来记得，他念这些词语解释：葱郁，葱郁就是形容草木青翠茂盛的状态。我天天去把呢，人体素质都还重我一点。生机勃勃，生机勃勃就是形容生命力旺盛的样子。些东巴瓦西班呢，三年就修比点。写的什么？语言文化小贴士：
生态系统中贮存于有机物中的化学能在生态系统中层层传导。通俗的讲，是各种生物通过一系列吃与被吃的关系，把这种生物与那种生物紧密地联系起来。这种生物之间以食物营养关系彼此联系起来的序列，在生态学上被称为食物链，又称生物链。食物链一词是英国动物生态学家埃尔顿于1927年首次提出的。如果一种有毒物质被食物链的低级部分吸收，如被草吸收，虽然浓度很低，不影响草的生长，但兔子吃草后，有毒物质很难排泄。当它经常吃草，有毒物质会逐渐在它体内积累。因吃大量的兔子，有毒物质会在鹰体内进一步积累。因此，食物链有累积和放大的效应。俺今年的他念撒巴地做下用这些。葱郁，我听听，葱郁，我听听，生机勃勃，些都唔巴哇，生机勃勃。些都唔巴哇。20世纪初，美国亚利桑那州北部的凯巴伯森林还是松山葱郁，生机勃勃。第二年别定过了，阿里亚鲁松那现前着开巴坡那场呢，肩膀我天天写些多人巴了。老朱错，前期别人个弄得匆忙写一句。但俺自己心里啊，老朱做，我个他念道理，些多唔巴话西巴的讲热。A 生机勃勃，连着说。年真的接触不错，但俺今年的别人个龙菜弄点用下经典啊。20世纪初，美国亚利桑那州北部的凯巴伯森林还是松山葱郁，生机勃勃，有4000只左右的鹿在林间出没。凶恶残忍的狼是鹿的大敌。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很想让凯巴伯森林里的鹿得到有效的保护，繁殖的更多一些。他宣布凯巴伯森林为全国狩猎保护区，并决定由政府雇请猎人到那里去消灭狼。枪声在森林中回荡，在猎人冰冷的枪口下，狼接连发出惨叫，一命呜呼。经过25年的猎捕，有数千只狼先后毙命。森林中其他以鹿为捕食对象的野兽，如豹子，也被猎杀了很多。得到特别保护的鹿成了凯巴伯森林中的宠儿。在这个自由王国里，它们自由自在地生长繁育，自由自在地啃食树木，过着没有危险、食物充足的幸福生活。罗杜错，别人个罗着藏的人就这，大出马demo起。demo， 主播起我个前年按住兰扎西些呢，俺前连前都去那，连些将能把些连比过个月。